我咁講，喺珠海冇邊間開發商見得過呢間，叫你用你個老破舊或者毛坯房過嚟換佢個新房，你換咗之後暫時5折，直接可以託管，你每月仲有租金落袋，呢波收續先叫神奇。我以為換開發商買唔出去2、3代小區嘅貨源，或者係新卡窿地方嘅，結果萬萬諗唔到喺主城區新一代住宅，小區位置合身就算啦，仲帶會所、泳池、健身房、普拉提、瑜伽室，6樓就可以落噶啦。你哋住嗰啲老破舊唔會話呢啲配置啦，有幾個燈光俾你拉伸已經係高配啦，呢啲就係叫天差地別咯。睇睇呢個戶型，哇，58方做2房2廳，超正。呢係85方3房2衛零公廳，你哋嘅老破舊80方頂多2房，100方最多係3房，冇對比真係冇傷害。喺珠海主城區咁核心嘅位置，戶型又咁實用，總價又咁貴低，關鍵唔使自己打理，直接收租落袋。聽講呢個係以舊換新最後一個小區，唔講啦，我快啲翻屋企同老婆商量，將嗰套毛坯房直接換過嚟啦。